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咱英国摕是什么笔？考试的时阵是规定用什么款笔？什么时阵台湾有自己做的万年笔甲圆珠笔？今日咱来讲台湾人用的笔有什么款的变化。我细汉的时阵去学校，都有2节咧写大字的课，学拿毛笔。但我的囡仔去学校的时阵，我才知影，即马有艺笔书法。我头一摆听到艺笔这个词，这应该是甲毛笔相对应的讲法。是安怎会有这个词类出现？什么时阵开始有的？唔知敢有人知影？即马的囡仔已经唔免逐礼拜都爱写大字啊。会晓拿毛笔写字的人佫较少，毋过台湾毋若学生啊，毋免拿毛笔写大字。自英国到呾，逐个人咧用的笔嘛有真侪改变。毛笔是足古早就有诶发明，毋过伫毛笔出现伫台湾进前，荷兰人诶年代留落来诶图甲文字，真侪是用鹅毛笔写诶，小共是毛。毋过是另外一款的毛，因为欧洲人迄当阵就是用鹅毛笔运墨水来写字。这款鹅毛是加工过，互这支笔变较硬，佮无油，安尼才较好用。后来是来台湾的汉人变济，为大清时代开始，毛笔才变做是上主要的写字工具。迄时嘛有台湾人咧参加科举这款考试制度，有读册的人就拢用毛笔写字啊。日本人来了后也是用毛笔，毋过因嘛甲欧洲的万年笔引进来台湾，所以钢笔叫做万年笔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若是看日本时代官方的文字记载，因是毛笔甲万年笔写的拢有。愈后期毛笔字就愈少看，万年笔就愈侪。也若迄个时代，私人私底下咧写字，有的人用万年笔，毋过嘛有人介意毛笔。伫日本时代的万年笔是贵重的物件，拢是为外国进口的。一支笔会使去换4-5斗米，所以不时有新闻写讲有人去偷摕万年笔。有时报纸也会教人就要安怎保养一支笔，亲像逐个月就要洗，墨水就要维持伫9分满，莫互打去，笔毋通直接晒到日头。也嘛有写着讲，逐个人写字的手势拢无相共，莫甲笔借互别人写，头会歪去。因为这支笔真贵，旧的万年笔也是有人咧买卖。其实到今日，万年笔也是比别款笔佫较贵。因为伊内底的结构较复杂，较歹做出来，成本嘛较悬。日本时代的万年笔是进口的，战后台湾卖万年笔，袂少是成为国外买零件伫台湾做出来的。台湾人家己生产的头一支万年笔，号做文明钢笔。文明是店名。头家罗永辉是先甲日本人本地开伫盐埕埔的一间文具店接落来，改名号做文明册局。后来伊成立文明贸易行，去进口万年笔零件家己做，一直到1959年，因就家己生产头一支完全台湾生产的万年笔 SKB 文明钢笔830。后来台湾除了 SKB 文明钢笔这个牌子，也有铁力士甲俾斯麦这2个牌子，就算是台湾做的万年笔有较俗，
毋过也是真高贵。SKB 卖了上好诶，迄当阵一支就要75块，是迄时普通人过级诶1/4。囡仔就要考试成绩足好，爸母才会送伊一支万年笔。万年笔会较贵，是因为伊诶头除了有白铁仔做诶，也有刻金诶。若是白铁仔诶，有诶也是会镀金色。这款白铁仔做诶笔头是较定，会用刻金做，就是刻金诶笔头较软，较好写。通常是做14K 也是18K， 因为若伤软嘛袂写得。毋过万年笔事件诶时间无偌久。真紧，1970年代开始就变做圆珠笔的天下。虽讲圆珠笔较晏有，毋过伊成本较低，所以加真普遍。拄开始伫国外发明的圆珠笔嘛毋是遐尼好写。发明圆珠笔的人是一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叫米洛。听讲伊是看到一个囡仔摕一粒石头放入水内底。佮甲石头放伫炉里炼，互伊炼出一条水唇，所以伊就想着讲，笔内底嘛会使装一粒像石头即款的细粒球来控制伊出水。圆珠笔的原理，就是这支笔芯内面以空气的压力甲墨水的动力，会甲墨水一直送入去笔尖迄粒细粒球遐。写字的时阵，互迄粒球震动，就会甲墨水搁伫纸里呐，听起来是真简单，毋过好写的圆珠笔嘛经过足侪摆的改良。头起先若是用一般的墨水，是会直直流出来，所以米洛搁去找搁较黏、搁较紧大的墨水。虽然伊有生产，也嘛有卖出去，毋过遇到第2摆世界大战，伊无做偌济。是后来甲即个技术买去的公司，才开始赚大钱。上早生产的，佮摕去店里卖，是美国的 Reynolds。迄时伊卖足贵，一支圆珠笔伫百货公司卖160块美金。后来是法国的 Bic 大量生产，用塑胶去做即个笔管，互圆珠笔变作俗。到底咱是安怎甲圆珠笔互做圆珠笔，已经无人知影，因为即个讲法甲外国语言嘛拢无关系。即马咱会使有白药的是讲，圆珠笔听起来较先进，也是讲笔头迄粒球真细粒，所以叫做圆珠。台湾头起先用的圆珠笔嘛是进口的，佫无俗。后来头一支台湾家己做出来圆珠笔，是1966年玉兔牌玉兔这间公司做出来的 F220， 这间就是做玉兔铅笔迄间公司。甲玉兔铅笔相共，圆珠笔嘛是橄榄黄色的芯，蓝色的挂。我已经真久无看到啊，毋知敢也有咧做这款的。迄时1970年代，法国进口的Bic圆珠笔一支卖5块，台湾做的玉兔一支3块，路边一碗阳春面是卖2块。毋过上早出来的圆珠笔嘛毋是遐尼好用的。因为伊会流水，字就会袂清楚，也有诶是写到一半就无水，墨水流袂出来啊。细汉囡仔也阁会甲笔芯拔起来，摕啖手愈互烧，看当做一节一节的墨水，敢会阁流做伙。圆珠笔的墨水是油性，无遐尼紧焦，而且阁会割着手。迄时美国警察嘛捌讲，有发生过圆珠笔签名，阁用镜头啊去印迄个签名。就会使印伫另外一张纸顶头啊，要做假签名变真简单。嘛因为安尼，台湾早期一寡联合招生考试有规定，袂使用圆珠笔，是讲圆珠笔改进的速度嘛真紧，改良了，这问题就较少啊。所以嘛，干那有1-2摆考试袂使举圆珠笔这款规定。毛笔、万年笔甲圆珠笔拢是大型国家考试会使用的笔。头先有规定，敢若会使用蓝色，后来变做蓝色甲乌色拢会使。毛笔是愈来愈无人要用，因为加真麻烦。阁有人捌伫报纸写讲，作文考试规定就要举毛笔去写，真了时间。考试虽然拢无规定讲袂使举毛笔，
毋过学生啊主动都无人查毛笔去考试啊。学校教华语的老师甲政府拢真烦恼少年人袂晓写大字，所以迄当阵中学的生活周记规定一定都要拿毛笔写，一直到1984年这个规定才取消。豆豆啊写大字已经毋是一定要学的能力，即阵写大字已经变做艺术课程的一部分。若看即卖的圆珠笔是愈来愈进步，有水性有油性的，有各种无同款的设计，已经无迄款会流水写字的时阵边仔都要搁放一张卫生纸来拭的迄款笔啊。最近1-20冬，台湾做万年笔的公司甲牌子搁变侪，毋过因做的笔已经毋是平常时写字咧用的笔，真侪是互人摕来收集的。收集万年笔也是用万年笔写字的人无侪，变做是一阵有相共兴趣的人咧研究咧算的娱乐。毋知大家较介意用倒一款笔写字？我上介意的是今日无讲到的鉛笔，也有一项我自细汉伫厝内听到的拢是万年笔，嘛拢安尼讲，有时还佫会讲毋对，讲做万年笔。即摆做即集去查书典，才知影是念做万年笔。今日我先讲到这，大家若是对节目有任何想法，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也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EC-Pay的链仔，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